零首期拎包入住咁靚嘅一個屋苑園林，你敢唔敢信啦？喺翻珠海81方嘅精裝大4房啊，南北對流雙露台，生活露台就望翻咁靚嘅 view 啦。現樓現正喺翻實體樓嚟啦，對面就入住咗噶啦，冇花冇假，冇風險冇套路，而且送翻全屋嘅家私電器俾到你嘅。所見即所得噶啦，櫥櫃3件套呢邊冚唪唥交樓標準，呢邊就客廳位啦，開間4米嘅。咁呢度呢仲有個入戶花園，全陣送俾你，有翻採光落地窗嘅。呢邊呢景觀露台啦，望翻花園景觀。呢邊啲都係入住晒噶啦吓，全部都係港澳啲街坊，大部分都係吓，有翻中央冷氣，都係交樓標準俾到你嘅。入邊就4間房，詳細睇睇。下次乾濕分離做好晒啦，咁呢邊呢就兒童房啦，飄窗位全陣送嘅，呢邊都係做咗個兒童房，望翻花園景觀。咁呢間房呢就特別啲啦，一個書房，做個細個兒童房都得，但係佢有個270度嘅一個採光窗俾到你，望翻成個中心湖景嘅，視野開闊，冇遮擋嘅。最後就你嘅房間啦，主人房位置，1.8米大床啦，仲係好闊落嘅3邊落床位。呢邊套廁做好晒，又望翻湖景嘅，呢邊就望翻花園景觀，配套齊全噶啦，5分鐘車程到翻華發商都20分鐘4個字車程可以到翻關口噶啦。樓下有翻屋苑直通巴士啦，可以直達翻香港嘅荃灣、太子、尖沙咀嘅。有興趣港澳街坊朋友，而家零首期拎包入住，留言俾我。